新增品牌，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揾到商品相關設定，點擊頁籤管理品牌，點擊新增，填寫品牌名稱及其描述，選擇品牌顯示的範圍，點擊選擇檔案，可以上傳品牌相片，搞掂後點右上角儲存。編輯品牌，如果想改品牌嘅顯示次序，點擊品牌左邊嘅拖曳圖標，拖上拖落去目標位置，咁就可以改品牌顯示次序。修改品牌，如果想改品牌內容，例如名、相片，點擊品牌右邊嘅編輯圖標，改完之後點擊儲存。刪除品牌，打開 CMS， 點擊商品，點擊商品相關設定，點擊頁籤管理品牌，揾到想刪除嘅品牌，點擊右邊的刪除圖標，確認後即可刪除。如果刪除時彈出請先刪除此品牌下嘅商品，就要取消晒相關商品嘅連結，先可以刪除品牌。